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4年5月28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0篇，出埃及记25章第1节到12节，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的智慧。上帝是全知、全能、全智的上帝，伊是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嘛永远伫地的上帝。上帝伫圣经的描写，经常用这个上帝互什么人还是什么代志发生，甚至提到着上帝互法老心意。足侪人有误解，正确的了解应该是讲，上帝知法老伊的心意，并且允准伊有安尼的自由意志。但是上帝并不是互伊安尼揽三来，乃是要互伊家己来选择，慢慢被调整。但是呢，心愈硬啊，拄着的困难就愈艰难。如果愿意照上帝的法则、规范、寸尺来奉献的时阵，就要得到福气。出埃及记25章第1节到22节咧讲到为着圣所甲圣殿的这个奉献甲建筑啦吼。上主甲摩西讲：你着吩咐以色列人奉献礼物互我，所有甘心乐意的物，你拢收起来。下面是恁通对因收的礼物：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的鞋啊，幼地布、山羊仔毛、黏做红色的羊羔的皮、上顶的皮，金合环木，点点的油，制作通抹的圣油，甲芳香的这个香料，红玛瑙，以及要传递这个以福德甲兄弟的宝石。因为着我起一个圣的所在，互我通点伫遐因中间来行去。因着照我指示你的款式起做会幕，制作内面所有的器具。头期先讲着约柜，就用金合环做一个柜，长110公分，宽66公分，悬66公分。你着用纯金包这个柜，内外拢着包。四边着空金线，你着注四个金环，安伫伊的四支骹，这边2个，迄边2个，着用金合环做2支棍，用金包底，着将棍藏伫约柜边的环里来扛约柜。这个棍着不时穿伫柜仔的环里，毋通抽出来。着将我要赏赐你做见证的石板下伫柜仔的内面。着用纯金做约柜的挂，长110公分，宽60公分。着用金拍2只天使基路伯，安伫挂的2边头，一头一个。双头的基路伯，甲挂连做柜底，2个基路伯着面对面，约柜的挂，实体悬热约柜的挂，着将挂安放伫柜的顶面。佮将我所要赏赐你的石板下伫柜仔内底，
我要伫遐甲你相会，搁要伫规顶面的歌，两个基路伯的中间对你讲，我要命令传互你以色列所有的事。对建筑的规范看起来，会当看出一个人是毋是有遵守的心意啦吼。伫讲回礼拜堂建筑的过程的中间，阮上款啊拄着济的规范，就算听起来无介合理，但是就必须爱去遵行。何况是上帝的规范，拢有伊的法则、智慧的用意。重要是伊要透过安尼，将甲以色列人所定的律法来传互因。讲到当来基督的十架恩典，有济人无明白，也捌听过有人为着十字架顶悬会当有耶稣有人像无来安尼大的冤家啦吼。也有人为着讨论十字架，就爱放直的，因讲代表耶稣定死，也是放车的，因讲车就是代表跟着十字架的军队主吼。因为安尼就吵吵闹闹。事实上，十字架的意思毋是冤家啦吼，中文较注意啦吼，实架不是吵架啦吼，是救恩。十字架意义是救恩啦。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提到着基督的十架的信息。兄弟姊妹，我以前伫恁遐的时，无用水的言辞，也是智慧宣讲上帝的宝贝。因为我决定伫恁的中间，什么拢毋讲，只有要讲耶稣基督以及伊受钉死伫十字架的事。我伫恁遐的时，软弱佮惊甲皮皮喘。我所讲的话，所宣讲的信息，拢无用其他智慧的元素，是靠着上帝的神的大气力来证实，是要互恁的信仰，毋是靠人的智慧，乃是靠上帝的大能力。上帝智慧虽然是安尼，但是遐的灵性成熟的人，我嘛有讲智慧，不过毋是用这世间的智慧。嘛，毋是用世间注定的失败的统治者的智慧。我所讲的是上帝奥秘的智慧，是对人温柔的，是对上帝要互咱所得到的阳光。伫创世以来就已经先决定的，这个世间的统治者无有一个人捌这个智慧。若是捌，就袂将应用的主定死伫十字架。照圣经所记载，上帝为着听伊的人准备的是目睭袂捌看见，耳孔袂捌听见，嘛袂捌有人想到的。毋过，上帝已经正着通过圣神，才会输对咱来启示。圣神彻底知万事。连上帝亲人的旨意嘛知，这才是真正去明白了解上帝，还是讲接受上帝借着基督所享受十架救恩的角度。上帝智慧绝对毋是将十架变做冤家这种的小儿科。十字架救恩是上帝透过基督所享受上深上大的恩典。诗篇20篇，祈求上帝，愿上主伫患难的日应答你，愿雅各上帝甲你放伫悬的所在保护你，愿伊对圣所帮助你，对锡安来扶持你，愿伊会记得你一切的所在，接纳你的烧化者，愿伊照你的心所爱赐福你。成全你一切的计划，愿要因为你会得胜唱歌，愿要奉上帝的名庆祝你的胜利，愿上主成全你一切的祈求。
但我知上主会救伊选立的王，会对伊胜的天应答王，用伊拯救的溃烂，互伊大胜利。有人挖可车，有人挖可马，毋过阮只有看靠上主，阮的上帝的名，因的太师倒落去，阮的太阳徛在在。上主啊，求你互阮的王胜利，阮求救的时，求你来应答。求主赦免阮的软弱甲无知，也求主赏赐智慧，互阮明白基督十架的救恩，互阮领受，也互阮成做救恩的仆人。愿你学习圣神充满了后，速度共款，勇敢见证，热心传福音。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